你着先好好啊困一下，明仔载精神才会烦恼啦，吼。你这咩事是倒位来啊？你人就伫咧自救会内底呢，哪会一边画护村一手摕钱？还有钱通咧摕，毋是加减啊摕。你土地坑里遐敢会踅土地吼？迄是黑道的钱呢。啥物咧黑道的钱？阮兜变偌凄惨，你是毋知影是？啊！你靠开地庄地，阮带咱来百万年啊！你可卖地米地当好呀？啊，阮遮咧，你搁阮遮食土年啊？阮某已经着眼，已经要死啊！你搁我要安怎莫摕遮钱？讲啊！俊廷，你紧去工地啦！阿英哦，阿英起笑啊啦！赶紧别搞我啊！来啊！赶紧别搞我啊！还真有危险，你紧过来啊！有话好我讲，来啦！你甲伊拢共款，为了钱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，连人命拢无免顾。啥物自救会，啥物叫啊，拢去死啊！阿英。大兄，我早水果来互恁食，我先去边啊。大兄哪会遮客气啊？无啦，阿伯抱好无？慢啦，伊咧困啊，免啦。试看卖啊，莫紧张。口嘴酸。可以听你说句话吗？啊！要讲啥？我跟你讲啦，你不是把我们人侮辱我，你讲哦，叫8分700正地撇开啦！我清白了啦，有人欺害咩？你看你真心对，不敢是我话说的，你钱啊，就赚钱就好。云林县政府决定停止翠林村土地开发，并且展开着保育鸟仔类边境调查，等待中央政策指示再做